后来每一年的5、6月啊，是分林好买土豆的采收期。这个时阵，会看到袂少的农民甲土豆拍离的点啊加落。有时阵拍伤多，会讲占一个车道，人甲车拢过袂过，讲来嘛是危险，所以农民嘛定定去互检举。好买镇公所今年主动帮农民争取路权，提供30个所在12公里长的大路，放三角锥甲警示灯，要互农民冲下来拍土豆。两线相并的大路，有一个车道顶悬拢是土豆，长几百公尺，记者经过看路挡掉咧，煞颠倒向来徛。5月到6月是土豆收成的时阵，过去离分林好买，常常拢会当看到种土豆的人，伫大路顶悬拍土豆，违规占车道，嘛常常发生车祸。即马车辆多吼，要拍土豆的所在足少。土豆农讲，土豆若用日头拍过较香，嘛较好卖，所以因才会需要讲铺伫较平的点仔架路顶悬。今年好买镇公所主动讲要甲土豆农斗相共，争取路权。公所会用迄个三角锥，加以及咱的警示灯，搁会请到咱地区的巡守队甲派出所来甲因协助。镇公所提供30个所在12公里长的路段，予土豆农拍土豆，这嘛是全国第一个安尼做的，予土豆农会当安心拍土豆，袂过互人安尼赶来赶去啊。